吃饭，苏州人家的家常菜哦。今天我们中午呢，跟墩墩2个人在家就随便吃一点。那么我吃的呢是米饭，再配一个葱油蚕豆。这个蚕豆啊，还是我们家昨天晚上吃剩的。这个是老卤鸡爪，带点微辣的。那么这个是焖肉啊，苏式焖肉面呢就是这个焖肉。那么我一直在视频里推荐的焖肉很好吃的啊，那肥瘦相间。然后这个呢，你们买回去就像我这样切厚片。下焖肉面，或者是像这样蒸热吃也很好吃的。我们家墩墩呢超级喜欢吃馄饨的，我在市区一家馄饨店给他买了那个荠菜菜肉大馄饨啊，这个馄饨也很好吃的。那么我是买回来放在冰箱里面冷冻的。那么今天中午呢，我就给他下了一碗这个菜肉馄饨啊，也很好吃的。那这就是我跟我们家墩墩的中饭啊，很简单。墩墩赶快吃饭，好。哎呦，他要搞一点什么？自己搞点醋啊，这小家伙超级喜欢吃醋的，你看它里面放了好多，我都闻到这个醋的味道了。这个焖肉啊，酱肉啊，它都是一类的五花，把它切成一个大块，然后下锅炖的。炖了之后，这个炖的特别软烂了，就是你一碰它就会散架的那种状态。然后慢慢的拆骨，拆完骨呢，这个地方呢，看到吧？这个就是原本是骨头的地方。那么这个筋肉啊，这个部分的筋肉呢，都是很嫩的，就靠近骨头的部位的肉嘛，大家都知道都很好吃的啊。那像我们女生啊。吃这种都完全不会觉得腻的，本身呢它在锅里面炖的，就是大锅炖的那个油啊已经炖过滤掉了，然后这个很绵软，很好吃的，我也特别喜欢，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，特别喜欢吃这样的猪皮哦，特别软烂，很绵软的，很 Q 弹的呢，筷子一夹它都可以破掉了，对吧？所以很好吃的。你们来过苏州的话，应该吃过苏州的焖肉面啊，苏式焖肉面很具有代表性的，所以这个焖肉啊一定要吃。我们家那边超级喜欢吃这个焖肉，早上天天一碗焖肉面。要么有的时候嘛，我就是晚上有的时候懒得烧荤菜了，我就把焖肉切成厚片，就像今天中午这样蒸热就可以了，这个大荤就解决掉了。关键是很好吃呀，爱吃。是不是早上吃完一碗焖肉面之后上去就不会饿了，不会早上就饿了，对吧？鸡爪等我再吃一个，还有鸡爪，来了，